牧师谢牧师，刘亲爱姊妹，大家平安。我真欢喜，也荣幸受到总会大众传播中心的指派来到伫咱富强教会，甲咱同齐请安甲报告。咱知即个总会大众传播即个中心是2001年所成立，落尾有一个新眼光的电视台。即马为着咱所谓即个数位化的时代digitalization 所以咱开始要用网络伫这所在来努力。最近对2021年开始有一个重要的事工，就是要介绍伫咱台湾基督教教会中间有特色的教会要来将咱基督教教会无同款多元的事工，通过网络来其他的教会来分享，也全台湾，也搁有世界大家所在咧关心台湾的地方，伫这个所在来分享。我咧期待，我相信有一天，咱富强教会会成做一个即个网络内面大家咧流传的一间教会。40年前，甲牧师熟识，落尾坐机会来到伫咱富强教会。总是我来过去的教会拢是旧的教会，所以新的教会这是我第一届来所以对富强教会无清楚，但是对咱这个新的建筑物加几分心内的一寡感谢上帝，互咱富强教会真正比以前搁较侪的进步。今仔日伫咱中间要甲咱同齐来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这个赐配互火烧。这通过圣经，咱拄则咱所读的经文，咱同齐来思考，台湾基督教教会伫咱的信仰中间，到底咱要活出什么款信仰的态度，甲信仰的精神？有一个姊妹我有熟识，伊实际上是过去中大学校长的夫人，有一届伊分享伊一个故事，讲伊常常到即个美发店去做头毛，拢会扎一个袋扎即个袋去，今咱看到即个袋顶悬有一个图案，即个剃头店的即个头家娘毋知这是啥物货，小妹问个歹势，不过伊常常去拢会扎即个，所以有一届伊就忍袂住，就甲伊问讲，无请问一下你即个袋敢是防火的咱即个姊妹甲伊讲无啦，即个袋普通袋会烧掉啦。伊讲若毋是防火，谁写焚而不毁？焚而不毁就是烧会歹，敢毋是顶悬你阁有一寡只英文字我捌读过英文的骹拢读无安尼啦伊讲是咧啦，这毋是英文字啦这是即个罗马字的台语的拼音意思是讲台湾基督教教会然后焚而不毁中央有一丛敢若亲像树实际上是刺配。互火烧这是诚做一个记号。台湾基督教教会用这个诚做阮的一个精神的象征。我有特别伫网络顶悬找看咱富强教会有这个标志无？我说说无啦毋知创伫什么所在，无得请牧师甲我讲一下不过伫咱徛起伫台湾，我相信伫咱台南诚侪所在，无论是太平间教会、东门教会，足侪教会，咱拢会通看到这个标志。若是教会有这个标志，咱的周报、咱的旗咱看到这个图，有中央有一个下面的所在，右下角所在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艺术创作这是咱一个原住民的牧师叫做赖招财，为着中央大学图书馆4楼的所在所做的一个艺术作品，伊用10底这款强化玻璃然后伫内面做一寡这图，然后看起来就敢若亲像一张树互火烧，总是无烧掉。伫台湾，你常常会当看到这个标志，拢是台湾却毋是唯一使用这个标志的世界教会。咱若看这张图，有足侪世界无同款地区、无同款国家，这个中央教会也是规整教会，因拢同款用这个诚做伊一个象征。盖起头是伫法国
相信宗教改革了后，咱知宗教改革是1517年对马丁路德开始，然后有加里门先生到伫法国的所在来推展宗教改革。法国真侪人因为宗教改革伫这个所在，因的信仰得到改变，受到激励。即群的人，互当初时天主教徒改号一个名叫做伊格诺这个教派，因是新教的教派，毋是天主教。但信徒愈来愈增长，总是天主教会当初时对着这个新教有真侪的迫害，因通过政治甲宗教相连这款迫害。所以产生真侪的摩擦，甚至放火烧教会，也阁有一场的大屠杀。咱看到这条图片，就是咧描写当初时天主教会安怎咧屠杀这个伊格诺教派。当这个伊格诺教派当初时面对这款迫害的时阵，因想讲，咱愈受到迫害，咱就要愈坚强。咱伫圣经中间，咱会通找到什么款？互咱的信仰会通伫迫害中间有缘徛在。伫1583年，因开全国大会时阵，决定用一个标志，就是咱现主时看到这张图案，这叫做火烧刺皮教会。因讲咱的教会应该成做一间火烧刺皮的教会。这是第一届伫普世中间第一届对法国这个国家。伫这个所在，长老教会开始有这个图案。落尾宗教改革开始流传了后，伫未少欧洲国家，到伫亚洲国家，拢同款。只要是长老教会，只要是改革中，因拢用这个正做伊的标志。譬如来讲，甲着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特别有关系，苏格兰教会，咱知无论是这个马奥国医师，也是讲巴克的牧师，因拢是对苏格兰来。苏格兰教会伊一个标志，就是咱现主时看到这个图案。这个图案同款伫中的所在有火烧刺皮，较特别的所在是后壁有一个十字架。通常咱看十字架是徛正面的，总是这个十字架真特别。这个十字架是亲像这个英文的 X， 这是称作是圣安德鲁的 cross， 讲圣安德烈的十字架。伊被钉十字架的时阵有一个要求。莫给我正面顶，也莫给我倒面顶，请你用这个环的方式来钉我十字架。但伫这张图中间，咱嘛看见这个苏格兰教会同款用这个火烧的刺皮，总是无烧掉。毋也是火烧的刺皮，咧烧总是无烧掉。这个来代表教会这个精神。加拿大教会甲咱嘛有密切的关系，伊进一步，伊讲毋也是用火烧，毋也是无烧去。愈烧煞会愈严，这是加拿大教会因的标志苏里兰、爱尔兰教会愈烧愈兴旺，同款这款的理念。除了这以外，咱看见太侪教会，比如讲澳洲的长老教会、纽西兰的长老教会，也阁有就是美国长老教会。你若敢看这张图，你会感觉讲，这是咧表明啥？但是若对头壳到现主时来甲伊看，就攞出清楚，伫这个美国长老教会中间。伊共款中的所在，就一张树，然后边有火。但是美国长老教会因进一步甲伊图像化，甲伊抽象化。咱看伊中的所在，敢若亲像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顶面顶半部，阁有亲像这个一只圣神亲像钱对顶面飞落来，这个精神。大家的拢咧甲咱讲。伫普世，若是咱加拿大原基督长老教会是普世所有一款共款信仰的，拢用这个成做咱的精神甲象征。这是新加坡甲马来西亚教会有类似的情形。这个图案，这个标志，伊个起头是对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出来记第3章第1节到15节。这个故事咱已经拢真熟，咱伫主日学捌读过。咱伫小组可能嘛捌分享过，咱读圣经读到出来记记，也的确会读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拄咧讲，摩西看起一个异象，伊所看起的异象，就是刺皮和火烧，总是无烧掉。什么叫做异象？异象咱家称作是无平常的现象。伫旷野，你若要看起刺皮，
这是足平常物件。伫旷野内底看去刺皮，刺皮四界拢有，所以刺皮并无虾米款无平常。伫旷野，特别是打扫的时阵，无雨水的时阵，日头炎的时阵，这个刺皮自然而然火会倒起来。所以这嘛毋是虾米款特别的现象，这无虾米款奇怪，常常会通看去。总是刺皮伫旷野火会倒起来，总是无烧掉，这个就无平常了。这个就真奇怪了。摩西照着圣经的记载，伊到伫旷野的所在咧过羊，伊是逃走对埃及的所在逃走，然后到伫旷野，伫迄个所在有一个米甸，一个祭司亚托罗，然后摩西带伊的查某囝，伊替伊的丈人伫正做一个牧羊过羊的人，所以过羊常常会到旷野，到旷野所在常常会看到刺皮，看到刺皮嘛捌看刺皮互火烧起来。总是现主是伊所看到的，是一个平常的现象中间无平常的代志，是安那？这个刺皮互火烧，总是却无倒去。但如果这个无平常的现象，若要牵涉着上帝，那呢这是大自然中间奇怪的现象。咱若咧看 Discovery， 咱若咧看 National Geography， 还是讲奇异的动物世界，咱常常会当看去。这个世界太侪奇妙的代志，敢毋是？奇妙的风景、奇妙的动物、奇妙或者的人种等等。所以大自然奇怪的现象，事实上已经超过咱会通想象。通过这个影片，咱拢通看去。总是一个无平常的现象，伊若要牵涉到上帝，这是大自然中间奇怪的现象。但是有一寡奇怪的现象。有一个无平常的现象，伊牵涉着上帝，那呢，伊就毋是一个自然现象尔，伊是一个宗教上的异象。摩西所看到这个异象，毋是一个大自然的异象尔，摩西所看到这个异象，是一个宗教异象，因为上帝伫这个异象中间向伊讲话，上帝参与伫这个异象中间。这个异象值得咱去注意，这个异象值得咱去读伊，这个异象值得咱伫这个所在去深思伊，因为这个异象中间有上帝对着咱所要讲的启示。但这个故事咱已经真熟，所以我无伫这个所在重复。但是伫这个故事中间，该无有几个点，咱会通伫今仔日同齐来分享。第一，这个故事，这个异象所发生的所在是旷野。咱若读出来嘅记载，摩西甲起头，伊正做埃及的王子，伊要住伫埃及的王宫内底真久的时间。埃及的王宫是何等的所在，华丽富裕，所有应该有的拢有。总是伫遐伊无拄着上帝，伊拄着上帝的所在，却是伫旷野。旷野是啥物所在？旷野是还未开发的所在，旷野是孤单的所在，旷野是欠缺的所在。摩西无伫王宫拄着上帝，伊反倒伫旷野所在拄着上帝。咱的人生，济时阵敢毋是安尼？咱咧顺境的时阵，咱咧好嘢的时阵，咱咧富裕的时阵，无拄会去拄着上帝。总是当咱咧欠缺的时阵，当咱无够嘢的时阵，迄个时阵上帝会忽然显现。旷野已经成做圣经一个足重要的主题。有人家做统计，伫圣经中间出现旷野，拢总270届。以色列捌伫旷野流浪40年，因有即款旷野经验。耶稣要开始出来传道进前，伊是伫旷野40日受试探。旷野代表咱人生经验中间，咱灵性一个操练的所在。但第二个重要的主题是这个刺皮。咱拄则有讲到，这个刺皮是旷野中间少数会通生存的植物，所以伊的生命力非常的强。总是伊生命力非常的强，但是伊有刺，所以若是牧者伊带羊群经过旷野的时阵，拢得爱真细腻，因为若无细腻，就去互这个刺甲你擦伤。刺皮对伫以色列民族的经验中间，代表少数人甲着弱势者因的命运，因为人见人厌，伊敢若无啥物大价值，
拢会当甲伊去掉。刺皮伫日头一只拍下面，常常会成做火烧的刺皮。即个刺皮伫英文叫做 bush， 火烧的刺皮叫做 burning bush。2003年当初是有一个美国总统，伊的名叫做 Bush， 所以发动即个波斯湾战争。痛恨伊发动战争的人讲 burning bush， 将布施甲伊烧掉呢。那刺皮代表少数人甲弱小者的命运。咱若对即个故事整体历史的发展来甲伊看，有几个点咱特别去甲伊注意。第一，对当初时埃及法老的眼光来看，这以色列人，因敢毋是亲像刺皮一样，因敢毋是随时会通甲伊除掉。出来去甲起头所记载什么货？因的性命咧，伊比来人的性命咧非常的强，所以法老伫这个所在要将因新生这婴仔伫这个所在甲伊除掉。对伫因来看，只要有经济利用、暂时利用，若无经济价值的时阵，会通将伊毁掉。以色列人伫埃及咧做落咧，敢毋是亲像刺皮一样？当摩西看到即个景象的时阵，又想到家己以色列民族的命运，是毋是亲像刺皮一样？伊是毋是嘛想讲，我家己本身嘛共款，法老要追杀我的命，我的性命嘛亲像刺皮一样。第二，咱会通继续看，伫耶稣的时代，对伫当初时犹太宗教领袖。甲着罗马政权，因彼拉多所代表罗马政权，耶稣敢是嘛亲像刺皮一样？圣经甲咱记载，当初时大祭司因共同开会，伫这个所在参详一项代志，参详什么代志？就将耶稣除掉。耶稣落尾顶十字架时阵，咱看伊头壳顶所挂的一个冕旒，毋是用金，毋是用银。伊是用刺皮，带着刺皮的耶稣。拄则咱讲到宗教改革的时阵，法国的伊诺对伫当初时宗教改革时期内底，才拥有政治、社会甲宗教的官兵的天主教会来看这伊诺的信徒，因敢是亲像刺皮一样，所以发生济的谋杀，甚至大屠杀。即款代志伫咱人类历史中间，敢若继续咧发生。历史大战，咱经历无偌久的代志，伫人类历史中间，伫即个希特勒掌权的时阵，对伫希特勒甲着当初时纳粹党员来看，犹太人敢是亲像刺皮一样。历史大战拢总屠杀600万的犹太人，600万这是啥物款概念？咱台湾即马讲2400万，短短时间内底1/4的犹太人600万，伫这个所在受到屠杀。即款的故事也未结束。咱在最近伫中国即个共产党下面，新疆维吾尔人，因的性命敢毋是亲像刺皮一样嘛？但这是第二刺皮，这是整个主题中间一个最重要即个课题。第三，伫刺皮以外，佫有火。伫圣经内底讲到火，基本上有两个要紧象征性的意义。第一，火代表毁灭性的一个刑罚；第二，火代表荣耀的临在。咱看去创世纪内底所记载即个上帝甲起头毁灭的两个城市，一个叫做索多玛，一个叫做蛾摩拉。上帝是用火来毁灭因。咱若读启示录，到伫落尾，上帝最后审判，要将撒旦甲着所有撒旦的这了解所要迄落的所在，就是用火湖。总是圣经内底嘛，甲咱讲，除了火毁灭性的即种力量以外，火嘛会通象征一种咱讲祝福的火、稳定的火。介清楚的一个例，就是咱读到但以理书。但以理甲伊3个朋友，当初时无爱拜尼布甲尼撒所起造即个金像，所以尼布甲尼撒王用伊政治的力量、宗教力量，将即3个朋友甲ฮ็伫火窑内底。但伫火窑内底迄个是3个，总是对外面甲伊看袂哩，却有第4个。
代表上帝荣耀同在咧保守这三个人，这三个朋友无互火烧死，甚至因头毛无臭火焦的味。神圣的焰火常常会通将人的性命熬炼到底去无存菁。希伯来书第12章29节甲咱讲，咱的上帝是烈火，对伫存心做歹的人，上帝这把火是毁灭的火，是刑罚的火，是审判的火，总是对着欢喜信靠伊、顺服伫伊，常时将这个当作咱信仰熬炼的人。这个火是一个熬炼的火，是一个祝福火，嘛是一个真做稳定的火。第四，咱讲这毋是干一个自然现象，这是一个宗教现象，因为伫这里面最要紧的主角是上帝。这里上咧甲咱讲，到底圣经要报咱知，圣经咱所见证，这位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第一，这个上帝，伊是一个呼叫人的上帝。所以故事内底讲到摩西咧讲样时阵，伊咧看这个异象的时阵，有声对这个刺背中间来发出，对伊讲：摩西，摩西，上帝有咧呼叫咱的名。耶稣开始传道的时阵，伊伫加利利海边仔，伫这个所在咧行路的时阵，伊看见这个掠鱼的人，伊对着彼得，伊对着安德烈，伊对着约翰，伊对着雅各讲：来，跟对我。兄弟姊妹，咱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呼叫你的上帝，会呼叫你名的上帝。你是毋是常常伫你生的良心中间，听见上帝咧呼叫你？是毋是你想要做某一个歹代志的时阵，你有听见上帝对你讲毋通做？是毋是你咧软正的时阵，你毋知通做毋通做的时阵，你咧张地的时阵，你会通听见上帝呼声对你讲：勇敢去行。上帝会呼叫你的名，咱若听见上帝呼叫咱名的时阵，咱是毋是有紧紧来回应伊？这个故事拄咧甲咱讲，上帝会呼叫你的名，伊呼叫摩西，伊呼叫一个人来跟对伊。第二，伫这个异象中间要甲咱讲，这个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伊是怜悯受苦的人民的上帝。第7节、第8节讲。我已经有看起这以色列百姓因的痛苦，毋仅是看起，我有听起，因伫独工下面嗷叫的声，我已经有听起。毋仅有听起，讲我知因所受一切的苦难，然后现主时我倒来，就是要来拯救因脱离因眼前的苦境。圣经咱所见证的上帝是一个怜悯人的上帝。怜悯这个字特别有意义，因为伫希伯来文中间，这个怜悯就是老母的母体。一个老母当伊怀孕的时阵，当伊的细囝无法度保护家己的时阵，伊的性命需要伫个所在得到保全，需要伫个所在得到成长的时阵，迄个时阵老母对个细囝，对腹肚内底的细囝，迄种的感情叫做怜悯。先知通过老母的腹肚。来甲咱讲，上帝是一个怜悯人的上帝。第四，这个上帝是有历史传承的上帝。所以当上帝对摩西讲：“我是你的祖公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亚伯拉罕是以撒老爸，以撒是雅各老爸，是一代传落一代的上帝。”加尔文这个宗教解决家伊安尼讲：历史是啥物货？历史是上帝的作为的一个舞台。上帝伊的作为伫历史中间，让咱来显现，一代传承到第一代。上帝超过伫历史之上，但是上帝作为伫历史中间，让咱显明，因为咱人是历史性的存在。第四，这位上帝是一个应允甲咱三角地的上帝。摩西问上帝一个问题：我是啥物人？我是啥物人？拄则咱有听见咱的颜真姐妹的见证，我是啥物人？我太通参加。我是啥物人？胡问麦，这是咱一生中间，不管是咧问的一个问题，我到底是啥物人？咱看上帝安怎应答摩西伊提出这个问题：我是啥物人？上帝好伊的回答是讲：
我的确要甲你相隔伫咧。你真做真正你是啥物时阵？真侪时阵你是过一个虚假的你，真侪时阵你真做是一个敢若名的一个基督徒，真侪时阵你挂真侪的面具，你真正的你是啥物货？那摩西伫这个异象中间要甲咱讲，上帝讲真正的你，啥物时阵显明？上帝甲你相隔伫的时阵显明。真正的你，上帝应允，伊甲咱相隔伫咧，这是规本圣经内底要紧的一个福音。以马内利，上帝甲咱相隔伫咧。第五点，我无写伫这个投影片，总是非常的要紧，伫这个所在甲咱同齐来分享。这位上帝是一个自有应有的上帝，咱白话里讲自然理然的上帝。除了伊是一个历史的上帝以外，伊是一个一切存在源头的上帝。自有应有，就是讲伊的存在是无通过其他的存在，伊本身就是家己存在的根基，毋也是本身是家己存在的根基，伊是所有存在的源头。咱该称作是创造者。圣经第一贯册就是创世纪，就是咧告别咱的信仰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创造咱的生命。咱的生命对来，咱的生命源头伫伊，也因为咱的生命源头是伊，所以咱敬拜伊，伊也值得咱敬拜。如果咱所拜的上帝毋是一个创造万物的上帝，毋是创造咱生命的上帝时阵，无值得咱去甲伊敬拜。拄拄伊是咱生命的源头，伊是自有应有。英文讲 I am who I am， 因为伊袂通用其他物件来讲伫伊的头前，所以讲我本身就是我本身存在的一个源头。但这五个拄伫这个故事中间，遮尔短的故事中间，要甲咱讲咱所相信的上帝，圣经用咱所见证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然后伫这个异象中间，最后一点，咱特地来分享，就是讲异象有使命，异象要求行动。异象中间有使命，异象若是无使命，这异象只不过是一个看了就过去的物件。异象有使命，所以要求咱就爱采取行动。所以咱看起这个异象，咱若无采取行动，久了后，这个异象就不过成做一个幻象，敢若有也敢若无。互异象成做真正异象，是你有真实照这个异象所指点的来采取你的行动。那咱看去圣经内底，甲咱讲罗马的故事内底，整个出来级的故事中间，摩西伊有顺服这个异象。拄则咱的见证讲顺服，才会通得到祝福。摩西顺服这个异象，承担这个使命，采取行动，伊将家己本身的生命奉献了这个异象。伊经过亲像火这款的熬炼，伊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最奴隶这款的命运的苦难。上帝同在，也互摩西的一生成做一个焚而不毁、典范的一个故事。当然，这是圣经互咱看去的一个见证。1979年，伫咱台湾有发生一个事件，咱该称作美丽岛事件。研究台湾历史的人讲，这是拍算是咱台湾民主运动中间介重要的一个事件。伫这个事件中间，有袂少人落尾互人判刑，上时是用叛乱犯来甲伊判刑。总是这个人落尾，拢成做台湾民主运动中间重要的一寡人物，因的影响非常的大。其中，咱知捌做过高雄市长，现主是正做监察院院长的陈菊。当伊参与伫即个美丽岛事件，伊互掠去了后，伊拍算讲我应该无性命，所以伫监狱内底，伊写一段话，算伊的语言，伊安尼讲：愿所有受苦、受束缚、被压制的人民，会通早日得到讨放；愿我所亲爱故乡台湾的人民，早日会通享受有真正的公平、平等、自由、甲民主的生活。当这时有一个基督徒，伊的名叫做姚嘉文。姚嘉文先生是基督徒，伊是一个律师，
嘛是基督徒。伫即个军法大审判最后，伊为着家己做辩护的时阵，伊安尼讲：伊讲我决定要亲像彼得倒去罗马。彼得是啥物人？彼得是圣经内底迄个使徒彼得。彼得落尾到伫罗马传教，当时罗马尼罗皇帝时阵咧迫害遮基督徒，所以遮希望遮信徒希望彼得会通紧离去罗马城，毋通受到遮迫害。彼得咧离开罗马城的时阵，伫远远的所在看到一个人对城外行入去城内。晚近的时阵，伊认出这是国外的基督。伊就问基督一个问题，讲：主啊，你要去倒位？基督甲伊讲：我要去罗马城，搁一届互定死个。彼得受到真大的感触，说：我袂使离开罗马城，我要甲我的主同齐倒去罗马城。然后甲文先生拄拄用即个故事咧描写伊的心境。伊讲：我决定要亲像彼得倒去罗马一样，倒到米勒岛，甲我的朋友同齐来承受即个灾害。我愿意为着米勒岛来献身。被告所要求的，毋是认罪来减刑，我所要求的是无罪。为着民主，为着自由，阮所努力的、所拍拼的，他会通甲伊定罪。台湾民主运动的推展，毋是任何一个人会通来阻止。甲着即个米勒的个事件，佮特别有关系，毋是讲姚嘉文即个基督徒，佮另外一个基督徒。即个基督徒并毋是遮个政治的人物，伊是一个牧师。当初时，伊担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总干事。有人走来甲伊讲，敢会通请伊帮忙，来帮忙当初时咧逃亡的施明德，帮助伊。伊感觉非常的为难，是毋是要帮助伊？当初时报纸报甲真大篇，你若会通报即个施明德，你会通有100万。当初时做长老教会总会总干事，伊知伊所做的一个决定，无论是也毋是，拢会影响教会非常的深远。伊真痛苦。伊讲：我真正毋知影要怎做决定。经过祈祷，经过思考，经过读圣经，伊讲每一届咧祈祷的时阵，自然而然伫个心内所浮现的一句话，就是耶稣所讲的：人若为着家己的朋友来牺牲家己的性命，无有啥物疼比即个搁较大。人若为着朋友来牺牲家己的性命，无有啥物款的疼会比即个搁较大。我相信高牧师毋是为着施明德即个人，高牧师是为着台湾，所以做即款的决定，也因为做即款的决定，要帮助施明德先生，落尾用判刑7档，也伫监狱内底拢总关4档3个月，各21日。伫监狱内底，伊毋是无代志做，伊咧做一项事，读圣经、吟圣诗，伊将牢房当作是教堂。伊将室友当作是教友，然后伫监狱内底写批，所以写尾即个形成一本册叫做《狱中书简》。伫即本册中间的第一张批是写互伊太太，写互伊太太批中间安尼写，伊讲我眼前伫即个监狱环境中间，互我有机会会通愈认真读上帝话，愈好好来思考啥物是十字架甲国外的一个真理。1982年，世界归正教会联盟，这是有8000几万的信徒的一个世界性的联盟。当初时伫加拿大召开大会，高牧师伫监狱中间，所以人家探望，然后伊就根据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出来记第3章这个故事，伊写一首的诗。这首的诗落尾通过这个罗基德牧师改作曲，然后送互当初时咧开会才会代表，伫会场中间，大家来吟唱这条诗歌，刺皮互火烧。这条诗歌安尼讲，刺皮互火烧，烧甲真厉害，总是无小气，悠远地徛在。刺皮互火烧，总是无小气，信徒受苦楚，悠远无理智。刺皮互火烧，总是无小气，教会受迫害。反转哪兴起？咱着爱勇敢为主来进前，苦难若哪大，咱着哪坚信。
伊的副歌是讲炎火一个过，伊就搁补个；春天一个到，伊就搁开花。这是伊伫甘露中间伊信仰的见证。拄拄显明，刺皮火火烧总是无小觑即款的信仰精神。2006年6月7日，第17届金曲奖咧颁传统甲这个艺术音乐作品。葛牧师因为这条诗歌，伫这个所在争做最佳的作词人。这嘛毋是干那牧师会当做这款信仰的见证。咱来看一个一般的信徒。林文奎先生1922年是咱高雄嘉庭人，落尾考调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医学部去遐读册，总是战争无法度完成了，就倒来台湾。倒来台湾了后，伊去台大医学系读册。伫即个读医学院的时阵，伊受选成做学生工作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因为即款缘故，所以有机会甲一寡人咧读册。这个读册会其中有读一寡马克思的思想，只不过是读册，总是因为这款缘故，伊落尾毕业了后，到伫基山咧做医生。有一天，有一寡便衣的警察来到伫伊的即个诊所，将伊抓去，甲伊判刑7冬。理由只有一个，伊伫大学的时阵捌参加即款的读册会。这对人来讲，无法度去了解，总是伫白色恐怖时代。即款的故事常常咧发生。伊细汉的时阵有机会到伫太平间教会，所以有一个信仰。但是拄着遮尔大的打击，特别是伊拄打娶某，佮拄打生一个查某囝，拄着遮尔大的打击，伊实在毋知要安怎做。我是太太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将一本圣经送互伊，互伊伫甘露中间逐日读圣经。所以就努力伫甘露中间，通过读圣经来坚固伊家己的信仰。伊讲，若毋是圣经，我根本无法度伫个所在度过我的生活。也因为伊伫个所在读圣经，所以对圣经非常的宝贵。伊出国了后，开始每一天拢会固定教会的即个早祷的即个查经甲祈祷会。2008年又写一本册，甲咱今仔日的主题有关联，叫做《刺皮绵羊动荡的岁月》。所描写是伊人生中间所经验的这段。伫伊生中间，到伫伊年老的时阵，伊决定要做这样代志。伊讲：我无爱我的人生，上帝互我遮大的恩典，我拢无留什么款见证互上帝。所以做一个决定。伊到伫年老的时阵，伊爱读圣经。当初时伊受汉字的即个教育，总是当初时大部分大家拢用的是即个罗马尼拼音。你若受过汉字教育的人，搁倒去看罗马尼拼音，有当时会困难。伊发现有侪人有即个受到教育了后，倒去要看即个罗马尼有拄着困难，所以下一个心愿，伊要来翻译，从即个汉字即个用汉字来翻译罗马的即个白话字圣经。前后后，伊用6冬的时间，伊完成这本册，叫做《汉字罗马字圣经》。伊翻到目睭强要青眉，伊犹原讲：我的确要将这个完成。我无爱我的人生，成做一个无有对着上帝留下见证的一个人。伊经历到火火烧这款的人生，总是无烧坏这种的信仰人生。刺皮火火烧，总是无烧去。甘愿火火烧，毋愿变香烂。异象若是大，考验就哪大；苦难虽妄大，祝福搁较大。刺皮火火烧，总是无烧去。这是圣经予咱的信仰，这是咱信仰的前辈一代搁一代传予咱的信仰。这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用这个成做咱信仰的一个精神甲核心。大亲爱兄弟姊妹，你有这款的信仰？摩西所看到异象，今仔日通过圣经继续咱的讲话。历代这信徒所做的见证，有缘今仔日继续伫咱讲话。愿咱的生命中间，咱也经验到刺皮火火烧，总是无烧去这款的见证。请咱同心来祈祷。特别阮的上帝，你是一个呼叫人，互人看去异象，佮对异象中间得到启示的上帝。你也是欢喜甲人三角地带，
加天气力互人，互人有气力通完成异象的上帝。求你将这个气皮互火烧，总是无烧去，这个异象藏伫阮的心内，要这个异象成做阮信仰的精神，成做阮行动的气力。愿你帮助阮，互阮的生命成做你的见证。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下面咱有差不多4分钟的时间吼，咱要看一个影片，就是咱这个基金会的一个影片。在1980年代，台湾人为着要反抗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媒体规划放弃的情形，开始用杂志甲刊物挑战中国国民党独裁政权的言论甲思想控制。到1990年以后，对言论控制的反抗，毋那用文字，佮进展到声音甲影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这段台湾进行民主改革的时期，也渐渐发现大众传播对宣教的重要性，所以成立大众传播基金会，设立新眼光电视台。新眼光电视台开始放送了后，就面对电子媒体的转换，对类比的传播技术转换做数位。对有线转换做网络，在传播技术转换期所成立的电视台，随时面对新技术、新媒介的问题，直到经营顶面出现极大的困难。经过侪年的打拼了后，2019年，大众传播基金会决定全面退出有线系统，投入全部的心神。往网络系统发展，而且内部重新整合。目前，还阁用上升成本的方法，通过网络不断运用媒体来宣教。2021年，咱有2个计划，在节目方面，会将过去翕的特色教会影片重新制作，请4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青年来主持。带领观众朋友对无同的角度来了解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多元的宣教事工。按算要做40集，在2021年2月底来完成，放伫 YouTube 放送。第二是要邀请张德林牧师继续主持我有一个台湾梦的节目。关系重新起造的网站，今年3月份会开始运作。全新的网站会申请博塔的认证，比较政府的规格，互伫看、伫听、伫机体、伫认知以及神经等方面无遐方便的兄弟姊妹来使用。网站会当收看上新的消息，收看进前所录的节目。直接来奉献，符合网络时代。为着福音的缘故，今日我来到咱的教会，为着要互较侪无信耶稣的人听见我今日咧讲的，就是爱有媒体电视台啦。所以咱今日除了做礼拜以外，就是爱为着新眼光电视台来奉献。有感动的，你奉献。就是你有份伫传福音啦。请各位兄弟姊妹为咱的基金会代祷甲奉献，做伙收看收听基金会所做的优良节目，三甲见证阳光上帝事工，利益台湾人民。